质上的变成没有，因为它必须回到保险归保险，投资归投资，储蓄归储蓄的概念。所以第一个责任险累积利率调降，我们的保单就要涨价了。对 ，OK。所以一涨价的话，等于这回报就相对的低了吧？是。所以基本上这个需求险就相对有点低了。OK。第二，这个死亡保障条的过去里面就是因为你存多少钱的意思就当做利息或者比利息多一点点，但在一定的期间的条件之下，把这个死亡保障额度调高，意思就是说，将来你买这个保险的时候，你一定要有危险保费，让你的保额变大，就意味着我拿10块钱，过去10块钱都来储蓄的，现在10块钱你没有2块钱或3块钱要去买保险，等于你真正储蓄的钱只剩下7块钱，相对的你保额相对变高了嘛。所以就变成说，以后要怎么变高方法了？它就一个方式，看你的一定的年纪，比如16岁到30岁的呢，你的保额呢不能低过190%。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交了10块钱，我在这个时间点死掉的时候，我10块钱我里面一定要保额19块，就1.9倍嘛，就是你所交的保费的1.9倍。也就是说，越年轻，你的保费那个危险保额就越高，越高到意味着一件事情，你就要去，原来你是交10块钱的，现在多给你的19块，变多了你9块，9块要买保额了，所以原来的保费里面相对的你就花钱去买这件事情，这个重心就会买到保障去。我懂了，以前你缴10块钱，可能9.9块钱全部都是利息变给你，现在不行，保障要提高了，利息变少了。对。